勇士永琪妈与勇士苏佩野好君带领着自来卷三木、陈子明、拉红桑3位勇士登上了妙亚方舟，驶向恶龙之门，迎接最后的考验。他们能否成功登上龙堡，拯救吟游商人？哇哦！哇！他们前面是恶龙之桥，这个有点问题，我说是会掉的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请注意，龙堡防御系统出发，大门将在2分钟之内关闭。成败与否在此一搏，勇士们拿下就完事儿了。拉手，踩一下，踩一下。你们先往前走，别站太多吧。不要压在身上。OK。哎，小心，快！跳过去，跳过去。你拉着我。先往前走，不要在同一个板上停太久。往前跨。跳过去。跳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跳。哦，小心！来，没事。好，可以。这是什么呀？来，一起努力啊，齐心协力，这真体现了团队精神。5个人全部能够通过恶龙之桥。哇塞，这个怎么玩？走这边还是走这边？这个怎么走啊？快走。走。哦，好，成功了，沿着前面的队友的指导方向，好的。上。哎呀，摔倒了！来，拉红桑突然是失足，能不能过来？能不能起来？来，勇气！过来！哎，完了！拉红呢？能过来吗？拉红桑无缘后面的试炼。快！起来！站起来！能起来吗？起来跳过来。好，准备。小心！哇，400多来的人，现在来到了恶龙云梯。现在登上高坡的第1位，哎，慢点。杭州小泰山，走，Super 1号区，走。 Come on！ 走。Warning， 4位并肩作战。快冲！ Warning， 快点，漂亮！终于在恶龙之门关闭之前，他们成功的登上了峰顶。今天作为第1季所有获胜的勇士，将从我手上获得由哔哩哔哩向前冲为大家定制的这条勋章。来，让我们一起祝贺这4位勇士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用下水了，因为你们我不用被他们推下去了，所以在这里跟大家隆重的鞠躬，感谢4位啊！辛苦！好，让我们祝贺这4位勇士，恭喜他们啊！非常棒！哎，下期冒险赛期待您的光临。没错好，让我们在这个夏天一起叫上伙伴去冒险，哔哩哔哩向前冲！